来看，今仔有环保团体邀请国外学者针对核能来做讨论哦。来自加拿大学者是认为，要搁起新的核电厂，至少得爱开10档的时间，唔拿开钱哦，搁了时间。伊建议讲，咱台湾不如发展愈侪再生能源。 台湾核三厂伫今年5月正式投入，但是经济发展，台湾用电需求逐年增加，使用火力发电、核能发电、佮有再生能源，各界拢有无同的看法。环保团体伫拜二举办论坛，针对气候危机，核能是毋是会当正做解决方案来讨论，邀请国际学者分享核能发展的风险评估。And the main reason was that the utilities found they were too expensive to operate. The amount of power they was generating was very small. And the costs were not proportionally small, and so most of these reactors were shut down. 学者指出，若是要搁起新的核电厂，平均至少要10年的时间，了钱搁了时间。伊认为台湾应当加发展再生能源。环保团体指出，目前伫台湾再生能源发电的比例大约占12%，成本比核电搁较低。但是面对着自然环境的影响，发电供电较无稳定。学者也指出，爱发展多元的再生能源来克服问题。可三演绎的话，依照国际经验，它可以发1度电都要是4块钱左右。那其实我们现在有些太阳光电的案场，它其实只要3.8块。然后有些离岸风力的案场来讲的话，它的价格也是低到2.5块左右。另外，中华民国核能学会也指出，台湾有8成拢是靠火力发电，若是要以净零碳排为目标，建议也是要考虑核能加绿能拢使用的做法。核绿同行是比较稳当的一个做法啦。那既可以不要让未来的发电成本不断的在上升，也可以继续提供稳定无碳的基载电力。核能学会表示，若是核电和再生能源同齐发展，来减少碳排放，也会当大大降低火力发电的比例，对未来再生能源稳定发展、提高供电比例也有帮助。记者张家佳、谢桂林台北报道。